华北句毋是东本，也是汉句嘅唯一专利。书记广义是杂志诸候仪表有记载，调为小都，自其自戏。你看，潮州话嘅都，都讲汉句，都有用啊。路径长大，潮州话毋是东本，汉句嘅系拢一界有硬。抓江话也是立福建话、客话、广府话、潮州话、平州话、华北句等等，拢总是东本，也是汉句界有硬。华北句毋是东本，也是汉句界唯一专利。我顶摆个鸦片有打着拄，但是我写毋着字幕。字幕我写着超字摆个拄，其实超字摆个拄是拄杂个拄，拄是的字头，个字，所以是完全无必要个。就超字摆个拄，就是印度拄杂个拄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明显，例如打向读，就拄杂内面个拄是打写杂个意思。